2座高塔厝流浪向前探加了，下开立体房仔代表希望，以及手画沙目鱼木牌。这座花蝶公园的地设游戏场，北区公所摕资500万经费进行改造。设计灵感是来自顶仔寮早期戏文甲蚵仔产业。系历史的铺面呢，好像那时候台江内海的水文，那四周我们用土题来营造，把30年前的渔温地做一个重现。希望带给孩子们呢，是一个可以传承地方文化又可以刺激好玩的一个特色游戏场。启用仪式这天，市长黄伟哲亲自到场，除了跟幼儿园的囡仔做伙开手体验，嘛对着各项游具进行检查，尤其是掠日头的设施，绝对袂当漏交。我们现在先把它遮阳网做好，还有一些安全设施在巡视、再巡视，加强再加强。希望能够让我们亲子还有小朋友来这边玩的时候，能够快快乐乐的。北区公所以营造北区特色囡仔游戏场为目标，让亲子家庭有佚佗的好去处。目前区内有5座特色游戏场，未来还阁有8座要启用，是全台南市公园密度上悬的区域。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。